112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，经过初审甲复审2个阶段，历经顺利宣布完成。今年总共选出16位的好人好事代表，并且伫台南市议会正式发表。对第一阶段的资料审核，到第2阶段评审委员的复审，由着主任委员杨振达邀集学术、公益、工商企业、加法律、政治界的人士共同评审，才选出16位秉持热心公益、具有爱心的好人好事代表。我们今年好人好事运动协会总共在我们整个大台南当中挑选出，经过非常严谨的初审、复审，总共挑选出16位，平常都是热心公益、默默行善、非常具有爱心的人士。那好人好事运动协会的宗旨就是希望在我们社会各地，把默默行善的好人做一个鼓励性、激励性的一个表扬，那达到抛砖引玉这样的一个目标。内底有足济，譬如说宜安吴文正居士，这届被评为最优的。我们有排序啦，也有排序，但是这是一个常客，那他从宗教。从社会教育，从各个的面向关心弱势，而且呢，以宗教家的精神，跟那种爱心呢，来在地方伫安7个顶山啊，遮尔偏僻的所在，但是他的指符呢，到了我们的每一个地方。选出的16位代表有宗教家、企业人士、律师、民意代表、议员加里长等。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嘛将伫9月16日伫东东宴会市场来举办颁奖表扬，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发扬社会更加侪善行。协会董事嘛将推荐得奖者来参加全国的拔得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